俊宏，好久不见。准粉真久冇样，准粉真久冇样。护理长你好。副理长很好，副理长很好。现在是爸爸了呢。你妈是阿乌啊哦，你妈是阿乌啊哦。谢谢护理长这么关心我们全家。多来副理长，因关心爱不行人。多来副理长，因关心爱不行人。不客气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呢？唔是生意，今日养猪就很耐咧。唔是生意，今日养猪就很耐咧。最近这波流感很严重，第三，这波流感真严重。第三，这波流感真严重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医病不如防病。人讲药补较是食补，治病较是防病。人讲药补较是食补，治病较是防病。打疫苗就是预防啊。治疫苗切是预防啊。治疫苗切是预防啊。请问我们全家可以过来打预防疫苗吗？请问，我因规伙做不准来治预防疫苗吗？请问，我因规伙做不准来治预防疫苗吗？现在50岁以上的民众，6个月到18岁的孩子，还是50岁以上的人，6个月到18岁生子，还是50岁以上的人，6个月到18岁生子。孕妇或6个月内婴儿的父母都可以接种公费的流感疫苗。就是你们也6个月内婴儿的家母，拢不用来治公费的流感疫苗。就是你们也6个月内婴儿的家母，拢不用来治公费的流感疫苗。请问都是免费的吗？请问，侬是欠黑没？请问，侬是欠黑没？如果是符合公费接种的对象，来我们卫生所施打。假使是符合公费接种的对象，来押印卫生数字。假使是符合公费接种的对象，来押印卫生数字，都是完全免费的。拢是唔属钱的，拢是唔属钱的。那我还不到50岁就不能施打了吗？我也嘛50岁，是某种治系唔系？我也嘛50岁，是某种治系唔系？你可以选择自费到有流感疫苗的合约院所施打。系每种头除非开入流感疫苗的合约医师来治，系每种头除非开入流感疫苗的合约医师来治，只要缴交挂号费，只要纳挂号费，只要纳挂号费。俊宏，你也符合免费施打的资格啊，你忘记了吗？准粉，系嘛就同免费自杀的住家很甜香啊。准粉，系嘛就同免费自杀的住家很甜香啊。你是6个月内婴儿的父母，现是6个月内婴儿的家母，现是6个月内婴儿的家母。是啊，请问打完疫苗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？系啊，请问疫苗治疗有不该爱特别注意的吗？系啊，请问疫苗治疗有不该爱特别注意的吗？施打疫苗后大约2个礼拜才能形成最佳保护力。疫苗治疗后，大约2礼拜才会产生抗体。疫苗治疗后，大约2礼拜才会产生抗体。但接种4到6个月之后，保护力会逐渐降低。不过，自4到6个月了后，保护力会渐渐降低。不过，自4到6个月了后，保护力会渐渐降低。而且每年流行的病毒株都不一样，所以建议每年都要接种。阿哥，土内施行的病毒剂拢无空中，所以建议土内拢爱来治。阿哥，土内施行的病毒剂拢无空中，所以建议土内拢爱来治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谢谢。愛哋啊，羅拉，愛哋啊，羅拉，有打有保护哦。有记有保护哦，有记有保护哦。